跟住第二就堅持無產階級唔係堅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。你而家翻去大陸問下馬列喺邊度啊？毛澤東思想喺邊度？喺大學要教。你讀政治嗰啲或者黨校要教馬列主義，要讀毛澤東思想。我試過同2個清華大學嚟香港實習嘅學生飲茶，佢哋讀法律嘅，呢啲律師樓度實習。我問佢：喂，你哋讀法律係咪要讀馬列啊？一定要讀。佢話：不過我哋考試先出現嘅，即係話咧你要讀，但係冇人想讀嘅。馬列主義而家擺喺啲研究所度，大家做下研究就得。喺中國大陸，你同而家啲人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，佢問你係咪傻咗？幾時有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咧？請問冇。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嗰個叫薄熙來，而家坐緊監。堅持毛澤東思想都係為咗鞏固自己嘅領導地位，就係習近平。OK， 習近平喺政治上就行毛澤東嗰套，經濟就走鄧小平道路，佢都算醒目。OK， 係嘛？所以堅持馬列毛思想咧，又係一句空言。第三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。喂，無產階級專政係咩咧？就要消滅晒所有啲資產階級。成個中國大陸只有無產階級，於是就變咗冇階級，於是就唔需要鬥爭噶嘛，係咪？呢個就係一個共產主義嘅天堂。而家無產階級俾人專政啊嘛，係咪？無產階級中國大陸嘅工人農民超過10億人，係俾緊少數人專政啊嘛。而家唔係無產階級專政啊嘛。第四呢個堅㗎啦，堅持共產黨領導，咁即係堅持一黨專政，呢個就真嘅。呢個係65年來係冇改變，寫喺憲法裏邊係堅持共產黨領導。舊陣寫毛澤東時代，呢個堅持共產黨領導佢係有佢嘅論述嘅喎。佢話我哋而家實行嘅係無產階級革命，我哋一定要將呢啲資產階級消滅，令到呢一個所謂專政嘅工具不再存在，冇階級冇鬥爭，中國走向安和樂利之天。所以政黨只不過係一個工具，中國係冇必要有其他嘅政黨，有一個共產黨就夠啦。因為當呢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後，我哋就連共產黨都唔需要㗎啦。哇！真係幾好嘢，所以咪唔俾你其他政黨都有。嗱，呢個就係一黨專政嘅理論依據。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嘅所謂一黨專政就係不讓人民亂説亂動 ，OK？ 唔俾你可以選擇自己嘅政府，唔可以俾你選擇自己嘅議會代表，堅持一黨專政。呢個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邊4項堅持最重要嗰項原則。65年來一啲都冇改變。呢個堅持一黨專政就影響到香港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。而家講埋出口㗎啦，香港這個自治權呐，不是一個絕對的自治權，這個是要中央給你的。中央要給你多少，你就有多少。中央不能給你，你人都冇。唔係我啲普通話講得唔好啊！俾貼士咩？冚家產中意幾多少就多少，俾你多一點就多一點，少一點就少一點，撲你個街。所以佢呢個堅持一黨專政咪同我哋有關咯，啱唔啱啊？成個政改嘅根源就係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，係咪？所以我哋香港人要自救，我哋要有真正嘅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，係咪要靠香港人自己出嚟去奮鬥、去抗爭，係嘛？我哋係可以自己管自己，我哋可以選我哋嘅代表，我哋可以選我哋嘅行政長官，係嘛？而家佢話呢個人大常委會的這個決定是不能推翻的。咁你鄧小平都3上3落啦，係咪？呢個世界冇一個政權可以千秋萬世。古今中外嘅歷史係話咗俾我哋聽，係咪？
仲有而家所有嘅專政專權統治，佢都會及身而報，唔使報落你嘅下一代，你未死之前就報㗎啦。所以今時今日大家都睇到成個形勢，我哋嗰啲所謂民主回歸派嗰啲民主派，佢話咧，我哋香港嘅民主咧會影響中國大陸嘅民主。中國大陸有民主，我哋香港就有民主，所以我哋唔好激嬲共產黨，我哋要同佢慢慢傾，係咪？傾條毛啊而家，佢揾啲催淚彈同你傾咯，係咪？但係香港人仍然係好和平㗎嘛，係咪？大家坐喺度聽我發下噏風、消下氣，咁就 OK 嘅啦，係咪？但係唔可以咁㗎嘛！我成日講。我哋呢代人叫做嬰兒潮世代，即係話戰後嬰兒潮。咩叫戰後嬰兒潮？就係戰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，二次世界大戰死好多人，點生仔啫？係咪？所以戰後就大家搏命生仔啦，咪生咗我哋呢啲人出嚟咯，係咪？我哋嗰代個個一家都幾兄弟姊妹，有6、7個、7、8個，係咪？呢個嬰兒潮世代。係經過一個好艱苦嘅時期，50年代、60年代到70年代，我係50年代出世嘅人。喺香港，而家50年代出世嘅人，嬰兒潮世代，無論喺政治、經濟、金融、文化、教育呢一啲咁嘅界別，全部都係中流砥柱，好多已經係要退休㗎啦，係咪？喺政治上，香港嘅民主派主要嘅人物都係嬰兒潮世代嘅人，但係呢班人過去30年為香港爭取到民主啊嘛，有冇爭取到啊？所以我從政只有一個目的，就係要由我哋嘅下一代去承傳呢一個民主運動嘅領導權。你呢班嬰兒潮世代嘅人，唔該你早唞。我組織咗2個激進派嘅政黨，一個社民連。2006年、2008年參加立法會選舉，攞3席15萬票，離開人民力量，咪離開呢個社民連，組織人民力量。2012年立法會選舉攞18萬票，加埋社民連，總共係27萬票。激進派由08年嘅15萬票到2012年嘅27萬票，係增加咗12萬票。主流民主派最大嘅政黨民主黨係唔見咗成20萬票。呢一個選舉嘅結果顯示咗就係呢個新世代就已經開始啦，但係你仲冥頑不靈，繼續霸着無坑不拉屎，繼續去霸住個位。我哋組織呢2個政黨，至少都有啲年青人可以入到立法會。即使我離開咗呢2個政黨，但係但開風氣不為之，我哋嘅年青人先至係未來香港政治嘅主宰。